呢條嘅小說日本人第嘅呢，就係一個寒野三部曲。寒野三部曲係寫係在1970年代嘅末期到1980年代初嘅作品，也係非常有名，以台灣歷史作為文本，也可以寫一個家族三代人嘅故事，按樣佢嘅所謂嘅大河小說、大河小說。不過在創作呢個非常有名嘅寒野三部曲之前，也想到佢用台灣歷史做主題，按樣佢來書寫，還有一個填鴨嘅方法，非常重要嘅一張作品。你聽咗提到在寒野三部曲之前嘅結義西來庵，結義西來庵係1977年來出版，當時呢係用抗日一個歷史嘅觀念去寫。不過呢，你在寫結義西來庵的時候，因為佢花非常多嘅精神，或者幾百萬字日本時代留下來嘅按樣嘅檔案，當然呢，也到高雄、到台南做咗非常多嘅田野調查。故說按樣去做調查、讀檔案，把歷史嘅資料轉化做小說，轉化做文學，按樣去嘅訓練，變到講係非常重要嘅一個起點，就係一個結義西來庵。對於李橋老師來講，佢嘅作品本大家認為非常重要嘅，也就寫台灣歷史嘅小說，特別係長篇嘅小說，都嚟講係一本台灣反抗精神歷史、台灣反抗精神史嘅書寫。對1970年代嘅結義西來庵，到80年代初嘅寒野三部曲，到90年代嘅埋涎1947埋涎，都會按樣型非常重要嘅代表性嘅作品。